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話，當西班牙人嚟嘅時候，佢哋係冇可能反抗得到嘅，因為事實上呢一個亦係星頻創造係輪到咧西班牙人會滅佢哋嘅嚇。咁事實上喺歷史裏邊亦證明呢樣嘢，佢哋反抗都冇用，因為西班牙人除咗帶嚟佢哋嘅戰火之外啊，亦係帶嚟呢一個嘅天花同埋結核病嘅嚇。咁事實上咧，佢哋有好多人咧，其實係死嘅時候咧，根本係患咗重病而被殺嘅，有啲係根本去俾人折磨嘅時候，其實係患緊重病嘅嚇。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呢個係按住星頻創造咧，佢哋只不過係清楚知道自己嘅定命，知道反抗都冇用，所以變咗歷史咧就向住呢個方向咁樣發展啦。咁啊非常之有趣啦！喺我哋拉線啊嘅教導就知道啦嚇，神掌管人類歷史係從拉線裏邊見到啊。咁事實上阿茲特克人啊呢一班將佢嘅靈魂同撒旦去交換嘅呢一班人，佢嘅首都啊就係同聖殿拉嘅距離就係6666.6海里嘅嚇。咁所以你會睇到呢一個絕對係屬撒旦噶啦。所以原來按住歷史上面佢哋能夠計得到咧，按住星頻創造嘅推動咧，其實唔同地區喺唔同嘅時間咧係會興起嘅。佢哋興起嘅原因由呢一度併吞亞歷山大又併吞歐洲，一陣又變咗呢一度英國又變成日不落之期，其實全部都有理由嘅，係為咗神去發展人類嘅意識，全個腦嘅全部分而去誕生嘅。所以 Freemason 當一知道呢樣嘢嘅時候，佢就做咗一樣嘢啦。佢就係改晒全世界嘅年曆，免得人類知道瑪雅年曆。事實上，我想你知道人類就算連中國啊都有自己嘅唐曆噶嘛，我哋又稱為西方係西曆啊，中國係唐曆。咁其實全世界好多地方都製造年曆嘅，年曆根本由頭到尾都係為咗預知嘅。交講預知，同隔籬講預知，係啦。如果嗰個國家佢哋知道原來計親年曆咧，就已經話俾你聽，根本人類可以藉着年曆係預知嘅，不過冇人知道瑪雅年曆廿幾個年曆係計晒所有嘢㗎啦，佢計晒人性嘅變幻啦、情感嘅變幻啦、人嘅成熟成長啦、國家嘅興衰啦，係咪？世代嘅滅亡啦，佢哋個個年曆都計得準嘅。到而家如我所講，未應驗嘅1%，我哋唔知，不過之前99個準晒咯。連汽車出現嘅年日都講埋。原來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佢哋都有佢哋嘅年曆，因為佢哋知道年曆係可以預知嘅。農業社會用年曆做咩啊？去計翻春雨秋雨，因為年曆係可以幫佢預知春雨秋雨。中國係愛嚟北方同埋南方，佢哋嘅年曆係愛嚟計乜嘢啊？大暑小暑當時要食啲乜嘢係咪？係咪可以預知啊？係預知嘅。原來農業強嘅人就可以計到呢啲嘅年曆。去預知嘅，但係瑪雅就唔係淨係強喺農業，佢強喺知道關於人類其實我哋嘅成長好似小麥咁，所以佢仲用260日去計關於人嘅一年嘅成長嘅，因為一個 cycle 一小麥嘅 cycle 成長就係260日，佢用呢一個計就係人類其實好似小麥一樣，似唔似聖經啊？係咪？點解而家我哋講嘅關於 DNA 嘅變化全部喺麥田圈啊？係有理由嘅，你知唔知啦？我哋係俾人瞞住咗好多嘢。咁所以原來瑪雅係清楚知道係預知關於人性嘅變化，預知到人嘅出生同埋死，預知世界嘅結局，咁全部咧都係原來係預定咗神喺星頻當中預定係佈晒舞台。因為舉個簡單嘅例子，就算我哋唔知道喺一套舞台劇裏邊嘅細節變幻，但係做佈置舞台嘅所有墮落天使都知道佈置舞台喺唔同劇情、唔同時段嘅場景，係咪？由呢個舞台轉去另一個舞台，由第一個先轉去第二個先，係咪？即係裏邊嘅角色一定係預定咗嘅，場景係咪一定預定咗？配樂係咪一定預定咗？時間拍子係咪一定預定咗？冇錯啦，呢個咪就係頻率咯。就係星頻咯。而家其實墮落天使點解會有某一個指定嘅預知呢？因為星頻一早已經定咗舞台，就好似我上個禮拜結束嘅時候已經講就係話，弟兄姊妹，我哋已經轉咗角色噶啦。神係唔準第二次舞台有邊一班人做噶啦，佢摟走咗。咁就希望弟兄姊妹堅持住，唔好第一幕劇終咯。OK， 大家去做埋第二幕咯，因為第二幕就係全人類歷史當中所等候嘅。而家就係咁解，所以變咗你要睇到佢哋能夠預知咯。因為只要墮落天使將所有舞台上嘅資料講緊神去塑造人類意識嘅時候，一定係唔同國家興亡，而導致人類嘅意識係發展到最巔峰。咁所以佢講咗出嚟嘅時候一定準噶，只不過唔知道嗰個人係邊一個選中咗啫嘛，明唔明啊？佢唔知係指定邊一個人被選中，但係佢會知道
一個大概，但係嗰個大概都已經比我哋想象更加恐怖。佢嘅預言仲準過我哋嘅歷史啊！我哋而家寫嘅歷史根本係垃圾嚟嘅，好多都根本係唔準嘅，裏面寫嘅嘢同埋好多假嘅，用一個錯嘅觀點去睇。我哋講嘅天文學，關於世界而家嘅天氣同埋地理，根本都唔準嘅，因為佢係 side track 你，等你睇一個錯嘅特質。就好似我就一開始已經講，按住人類歷史，按住咁多個科技發展，人類成日都重複嘅犯錯，悲劇仍然係重演，咁證明人類根本從來冇喺歷史學過任何嘢。咁點解人類唔會喺歷史當中學到嘢可以避開呢啲悲劇呢？咁好明顯，我哋嘅歷史今日用錯誤觀點寫出嚟，佢根本就唔係一種科學，係科學就好似真知識咁，你學咗你就可以避開呢一個嘅悲劇。你學咗之後，你可以得祝福而唔係得咒詛噶嘛，應該係咁噶嘛。但係我哋根本呢10幾個禮拜已經講嘅嘢已經好過好多歷史啦，係咪？所以我再翻嚟年曆啦，年曆本身係我哋預知嘅，跟我講，年曆係我哋預知嘅。係啦，所以瑪雅有20幾個年曆，又係預知人嘅出生，預知人嘅成長，預知列國嘅興亡，預知關於人類文明嘅滅亡，明唔明啊？就係今日我哋預知嘅，其中一個預知嘅365日嗰個係我哋預知幾時交稅咯，係咪？所以農業社會佢哋通常會有春雨秋雨啊，春播秋收啊呢一啲嘅年曆嘅，係幫佢每一年咧預知幾時要做啲乜嘢，預知幾時要去完成某一啲嘅嘢。而你能夠想象啦，當瑪雅呢一個嘅年曆啊，呢一個嘅北美洲上邊嘅呢一班人啊，呢個年曆如果面世嘅話咧，會有咩事發生？係咪？即係全世界都一定掌握呢樣嘢㗎啦，係咪？但係調翻轉，邊個掌握咗呢個年曆咧？佢就掌握晒未來所有六合彩、所有政治、所有虛榮、所有金錢、所有秘密，係咪？所有嘅高升。所以當時一個教皇叫 Gregory 13世咧，就創造咗個年曆。而佢創造咗呢個年曆之後咧，呢個年曆係有意地讓人忘記咗時間係乜嘢，忘記咗時間嘅目的係乜嘢，忘記咗時間嘅主角為咗塑造乜嘢。佢隻手製造呢個年曆之後咧，呢個年曆其實嘅製造過程，我哋而家覺得好合理啦。但係而家你突然間你發現好唔合理咯，因為你知道原來瑪雅年曆可以預知咁多嘢嘅。咁而家我哋講話預知嘅話，咁而家佢 Gregory 創造嘅呢個年曆，只係單單預知地球圍住太陽一個公轉就係叫做一年，自轉一次就叫做一日，一個月就30日，咁咪變咗好可怕。淨係預知呢樣嘢啊！喺時間當中，人類淨係容許可以知呢樣嘢啊，咁就好可怕咯。你諗下，淨係佢嘅一個月30日同瑪雅年曆一個月係20日，已經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咯。佢一年係叫做365日，而瑪雅年曆係260日，咪錯晒睇咯咁樣，係咪？所以變咗原來我哋竟然我哋講關於時間觀念係我哋睇住一個死物轉一個圈就叫做時間觀念。咁時間為咗乜嘢？瑪雅年曆每一個年曆都話俾你聽，時間有20幾個理由存在嘅，個人生存、個人成長嘅存在，歷史興衰嘅存在，人類意識去到呢一年要發展乜嘢嘅存在，明唔明啊？原來佢按住幾千年當中。去到邊一個時段咧係發展右腦咧，佢又計咗出嚟。邊個時候發展呢一個嘅腦下垂體，佢又發展出嚟。邊個時候左腦又發展出嚟，佢係用咁樣去計嘅。而你能夠想象咁計就會幾複雜，因為佢哋會睇翻咧今時今日係幾年幾月幾日嘅時候咧，就會知道呢個時候係發展右腦嘅腦下垂體嘅溝通嘅呢個感情。佢哋咁樣計喎，關於人，因為嗰陣時嘅星頻咧係會推動呢樣嘢嘅。但我想你知道弟兄姊妹。竟然啊，按住瑪雅年嚟講，今年係發展乜嘢咧？全年成個星頻，可能你意想不到咧。但我喺瑪雅年曆結束嘅時候，都講緊差唔多2個月之後啦。但係而家講定俾你聽先啦。邊個想知嘅？到時你又知道瑪雅年曆講，而家我哋啱啱係正中發展和睦同居同合一嘅時間。咁好有趣喎！詩篇133就講呢樣嘢喎，係咪？咁其實亦係你而家淨係咁睇，你已經知道人類竟然對時間嘅觀念，淨係睇住地球圍繞太陽走一個圈，就係我哋咁樣睇時間。你諗下係一個悲劇，係一個悲哀。